家族辦公室咧個核心咧應該係唔係單止係錢，仲應該係以人為一個核心。希望透過教育呢樣嘢，令到佢哋嘅家族裏邊嘅成員咧，能夠去理解同埋係明白咩叫正確嘅觀念。Hello， 大家好，嚟到智庫通，新質生產力當中嘅新咧，其實講求一個創新啊。就連一啲傳統嘅服務咁，其實都可以加入嶄新嘅元素，好似一個家族辦公室啦。咁點樣可以有個創新嘅理念加入去呢？今日就要同4位嘉賓一齊傾下啦。你哋好 Hello， 你好。Janice 咁啊，可唔可以先講下咧？因為家族辦公室我哋過往諗到嘅咁，其實就係資產管理啦。咁但係如果喺一個創新理念當中，會加入咗啲乜嘢嘅元素咧？其實咧，家族辦公室咧傳統都係主要管理財富，係咪？但係我哋嘅做法咧有啲唔同嘅。我哋以呢個資產管理啦，同埋呢個健康管理啦，同埋呢一個教育傳承教育培訓呢一個方向，以3大核心為主導。咁所以咧，對我哋嚟講咧，喺個市場裏邊應該暫時咧係比較創新嘅。其實家族辦公室咧，喺好多年前都已經有㗎啦，只不過喺近呢幾年咧，喺中國同埋喺香港咧係開始大力去推行。原因咧，我覺得啦嚇，喺呢個疫情之後咧，咁基於呢個政策嘅問題啦，國家政策啦，咁亦都係香港政府佢嘅大力嘅支持去推動啦。咁而香港主要咧係一個比較係國際金融中心為首嘅，咁同埋佢嘅法律規管咧，亦都係一個好健全嘅法律規管。咁所以基於呢咁嘅環境底下，同埋最近呢個中國亞太區裏邊咧，財富不斷增長，咁佢哋嘅需求亦都大咗。咁佢哋需求包括咩咧？包括當然佢哋好有效咁去管理佢哋嘅資產啦。同埋佢哋個家族點樣可以有效咁去傳承啦？咁喺呢方面咧，佢哋都會面對到一個咁嘅問題喺裏邊。咁所以我哋都會採用我哋啱啱講緊嘅創新嘅模式，係資產管理、傳承教育同埋呢一個健康嘅培訓。喺呢方面我哋都會好有不同嘅模式去做嘅。例如我哋會希望透過教育呢樣嘢，令到佢哋嘅家族裏邊嘅成員咧，能夠去理解同埋係明白咩叫正確嘅觀念，去點樣去有責任嘅去治理佢個家族。我哋亦都會採取一個科學啲嘅系統去管理佢哋嘅健康，包括佢哋嘅身體健康啦、思想嘅健康啦，嚇，同埋心靈嘅健康啦。咁希望透過呢個健康裏邊，佢哋能夠咧有一個好正確嘅價值觀咧，去經營佢哋嘅企業，去傳承佢哋嘅下一代。咁呢個都係我哋覺得喺呢個市場裏邊去見到嘅方向嚇。過去咧傳統嘅家族辦公室咧都係比較可能一啲有錢佢哋咁樣單一家族辦公室係咪？咁但係因為基於咧而家個市場嘅需求咧，喺一啲終端基層即係中層嘅財富嘅客人咧，都好大呢個需求嘅。咁尤其是喺個教育方面，我覺得咧，我哋會透過個教育去令到佢哋咧去明白，去點樣叫有效地去治理佢哋嘅家族。咁相信亦都係東南亞而家個市場咧，我哋嘅公司咧，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啦，因為當然我哋本地人，我哋梗係以香港為基地啦。咁但係同樣地，我哋喺亞太區裏邊咧，都會有我哋嘅辦事處嘅，包括我哋馬來西亞啦、台灣啦、新加坡啦，甚至我哋係會幫客人佢哋需要嘅財富管理喺唔同嘅地方裏邊，我哋都會幫佢有一套好健全嘅方案去提供俾佢哋嘅。其實而家咧都會見到好多服務都需要以人為本啦，就係可能係一個客製化所講。咁如果喺家族辦公室，尤其是你哋咁着重教育方面啊，點樣去落實以人為本嘅理念咧？冇錯嘅。咁其實咧，因為一般嘅家族辦公室咧，喺人哋嘅概念裏邊咧，都係覺得係搞錢嘅啫，都係幫人去管錢啊、投資。但係其實家族辦公室咧個核心咧，應該係唔係單止係錢，仲應該係以人為一個核心嘅。重要嘅係因為喺整個家族傳承裏邊咧，事實上咧一般去傳承嘅、去交接嘅並唔係錢咁簡單，仲有嘅就係佢嘅家族嘅裏邊嘅責任啦
係咪啊？佢哋嘅能力嘅嗰種嘅延續，呢個反而係最重要。所以喺我哋去做呢個家辦嘅同時裏邊咧，我哋好重視嗰個教育培訓呢樣嘢，因為傳統嚟講，錢咧基本上係好容易令一個人會改變啊！冇好好咁樣規劃咧，其實咧，OK 有錢咧反而可能係一個災難嚟嘅啊！咁所以變咗一樣嘢咧，我哋除咗我哋嗰個嘅教育培訓係針對住家族嘅2代3代之外咧，反而另一個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嘅從業員啦。OK， 因為咧喺家辦裏邊咧，我哋係需要一啲唔單止係去響錢裏邊有專業嘅能力，法律裏邊係專業嘅能力，但係同時嚟講咧，佢應該係對人咧 OK 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認知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問心一個家族裏邊其實就係人啫嘛。佢哋關心啲咩啊？即係咁努力投資咗咁多錢翻嚟，佢哋關心嘅唔單止係將錢要傳落去，係反而係仲關心就係錢係點樣傳落去。但係呢個開悟啊，呢個認知嘅要打開咧啊，就唔係一時三刻嘅。咁而最重要就係中間要有一個家族嘅辦公室裏邊嘅一個靈魂人物，佢能夠唔單止係專業嘅建議俾到創辦人，反而仲要喺每一代之間嗰個關係裏邊，仲有一個好好嘅連接，做個協調啦。係啊，冇錯啦，係一個係一個協調人啊 ，OK 去處理啊，因為錢係死噶嘛，但係人就生喎。而最重要，每一個人嘅思想裏邊有好多奇妙嘅想法，而點樣將呢啲想法 OK 能夠去落實，制度可以能夠好好咁樣去 OK 管理咧，或者係佢能夠去將嗰件事能夠平息咧。咁所以係一個好嘅家族傳承咧。OK 係需要一個好嘅家辦嘅核心人物去支持嘅。咁所以咧，喺我哋呢一個培訓裏邊，我哋唔單止係講緊家族人士嘅嗰個嘅教育，反而係從業員嗰個嘅教育。所以我哋更加係喺呢個家辦嘅綜合人才裏邊咧，係會更重視呢個培訓。講到家族辦公室嘅資產管理，其實同我哋平時咧一般做緊嘅投資理財有啲咩分別咧？其實分別都好大嘅，因為一般嚟講咧，投資理財講緊嘅都係產品啦，或者係投資回報率啦。但係我哋嘅工作咧，其實唔係幫個客戶咧去追求一啲短線嘅收益嚟嘅。我哋幫佢哋咧做一個咁穩陣、更長遠同埋合規嘅一個永續性嘅資產架構。因為我哋相信咧財富唔係淨係睇今日嘅漲跌，而係睇佢點樣去支持一個家族10年或者係幾代人嘅一個發展。所以我哋嘅哲學咧係先有架構，再有財富嘅。所以同時間咧，我哋嘅投資 portfolio 入面咧都會保持一個好多元化嘅一個組合。從嗰個固定收益嘅資產啦，到一個好有增長潛力嘅PE 股權投資啦，都會根據個家族嘅長期目標同埋佢哋嘅風險承受能力去配置嘅。咁我哋依家咧都有一個我哋自己開發嘅一個智能系統。咁呢個系統咧已經整合咗後嘅一啲各個方面嘅資料。咁例如話資產管理、資產配置啦，同埋嗰個佢哋資產嘅流動嘅狀況，就係加埋佢哋健康嘅一啲風險指標。咁呢啲諮詢咧，通過一個系統產生出嚟一個report，咁呢個 report 可以俾到我哋顧問同埋個客咧咁準確嘅咁快嘅可以發現佢哋嘅問題。過往在做傳統的資產管理的時候呢，常常忽視了一個人他的健康狀態是什麼。因此呢，我們透過我們自己的智能借還背後的 AI 的演算法，來評估說，可能我們的客戶他在做重大的決策的時候，他身體的狀態是什麼樣？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我們來自於高壓的環境，導致身體發炎。那它背後有一套演算法，再結合把這樣子的健康因素融入到我們的智慧系統裡面，客戶可以在做決定的時候更清楚地知道說，我現在是應該先解決我身體狀況，還是說我現在可以及時的，因為我身體狀況的不好，我可以去增加我的資產配置，把它變成一個綜合的因素，可以更加為精準。咁你哋家族辦公室未來嘅目標又係啲乜嘢呢？我們的理念就希望透過不管無論是健康資產，或是我們做作為他的資產的管家，雙向的2個方向，也協助他們培育他們的人才，來達到我們整個家族辦公室在亞太區的影響力。其實而家亞洲嘅家族辦公室咧，主要都係好針對錢呢個環節。
OK， 尤其是每個政府而家吸引啲人嚟，都係single family office 講緊2.4個億啊，幾多個億係咪？3000萬美金，所以好容易俾人哋誤會咗，其實家族辦公室係去搞錢嘅。但係其實呢個咧係正正咧係特將人嘅思維咧帶到係一個錯誤嘅路線上邊嘅。錢係必須要搞嘅，但係點樣將佢搞得更健康？健康嘅唔單止係錢，唔單止係財富，仲要係健康嘅思維。OK， 健康嘅家庭關係，咁樣先至可以能夠創造一個健康嘅國家同埋社會嘅氛圍嘅。如果唔係咧，只會令到整個地區咧，只要有錢就冇咗健康而且係有啲好惡劣嘅關係。咁呢個呢一種嘅延伸文化嘅延續咧，並非一個好嘅傳承嚟嘅。所以咧，響整個家族辦公室裏邊嘅發展咧，我哋係你可以講話一個創新又好，其實或者係調整向一個正確嘅方向嘅航道，我覺得都係我哋想去堅持嘅意念堅持嘅方向嚟。呢個咧其實先至係講緊傳承以及咧就係延續嘅一個精髓啊！今日再一次多謝4位嘅分享，多謝晒你哋。多謝你。